内用外带。内用。阿姨，今天有没有什么比较便宜的菜？今天菜便宜又好吃哦，像那个蛋哦，现在几颗而已，算1块钱就好。1块？对，真的吗？谢谢谢谢。来，用餐喽，菜很多。好，没有。来用餐喽。进来坐哦。进来坐哦，用餐喽。还没有吗？哎，这么巧。哎，你干嘛熬蛋啊？你的蛋上面有你名字吗？刚阿姨说这蛋是给我的，而且只算我1块钱。他跟每个人都这样说，而且哪里有阿姨啊？就刚刚的阿姨啊。哎，内用外带，没有 ，OK。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你不要长头发都看成是女生，眼睛有问题。这边有很多菜，你可以慢慢挑，不需要只要吃这个蛋，好吗？会。我不要了，给你吃。哇塞，不晓得你腿这么漂亮哎！哎呦，鹏哥看那么多美女，你哪有时间注意我啊？不注意你，那我今天不干嘛帮你约这局啊？对哈，谢谢鹏哥。哎，红了可别忘了我啊！怎么可能？我这个人呢，最饮水思源了。鹏哥这么照顾，我一定随传随到。嗯，好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厂商老板啊，很喜欢你，你等下多多表现哦。那该怎么做不用我教吧？我知道，谢谢鹏哥。来，是啊，不要客气啊！来，尽量。杰哥啊，我们家一起哦，现在虽然知名度不高，可是你看线条好。不然这样，你转2圈给杰哥看看。不要，这原本都很尴尬哎。起来啦！哎，没关系，我们喝酒就好。哎，酒就好。来。哎，你没礼貌，你要喝完呐。这杯喝下去我就倒了啦！快别闹，喝掉啦！喝掉。对，喝完。这个没问题，你的事情啊，包在我身上。谢谢。一起来。哦，他说他会晚一点到啊，好像有什么内衣要找他代言，他去见老板。内衣是内衣还是内裤啊？内衣啦。他这个连你一半都不到哎！你干嘛？讲我坏话？跟你说，那些假奶都可以代言了，为什么我不行？虽然我是小胸部，但至少我是真材实料啊！跟你说，可以让小胸部穿起来很漂亮的内衣，才是好内衣啊，是不是？干嘛看我啊？我才不会买你代言的，装不下。我跟你讲，等我广告出来，你们几个就捧着你们大妹妹在家里哭哭吧，你们。盼盼，生日快乐！等你明年生日，我就送你新的内衣，你就可以好好勾引你男朋友了。你怎么会有酒味啊？你有喝酒吗？一起，你是又喝酒啊？一杯而已啦。讲过3868万次，表演前不准喝酒。一杯而已，你凶屁呀！好了，我们快来不及了，先去洗脸。讲不听的，
怀疑医生把你从你妈妈身体拉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头去撞到什么东西？你脑袋怎么这么歪呀？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你可以侮辱医生，但是你不能侮辱我妈妈。哎呦，不是，重点不是这个，你快去后台看一下发生什么事好不好？我道歉。不要，快点去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像还价你。好啦，赶快先喝水啦。我没有喝那么醉啦。什么叫没喝那么醉？你刚在台上差点都跳脱衣舞哎，这是效果好不好？效果，你这效果也太烂了，你让台下男生全部都想歪了。好，我错，我道歉，我不应该喝那么多酒，但是你们没有人懂我的苦衷。好啦，没事就好了啦。 Everybody， 哦，一起酷哦！哎，我从来没有看到台下这么嗨哎。你要我走？他是说一起喝醉了，叫你先把彤彤带走。哦，彤彤，不用，等一下表演我自己走出去。哎，到底怎么样啊？白痴啊！哎，彤，好啊，叫你进来问个问题，把人家弄生气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那是干什么？贝安，眼睛抽筋吗？不能用讲的吗？还不说？我不得不。豆哥，他是说一起喝醉了，叫皮卡丘不要告诉你。可是你这样就讲啦。随便。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一起喝醉了，我看不出来吗？我是要你们问一问他为什么喝醉。你们是好姐妹，应该问一下嘛，心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什么？赶快再一起清理一下，待会还有下一个 set 要跳，他能上就上，不能上的话，你们就自己撑，知不知道？还有你，我到底请你来干什么？你脑袋里是怎样？装大肠还是塑胶做的？动你一动！哎你。白痴哦，眼神你都不会看，猪哦。好，我就是猪，我眼神就看不懂，奇怪哎，豆哥叫我进来问你们，哎，我也好一轮就问你们啦，结果你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子，你们脑袋有洞。 One time for the pretty little thing in the back of the club, getting the thing to thing out.